每一日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6，诗篇16篇第50安尼讲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分业，我所应得的，你甲我固守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享受阮产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你是阮福气的源头，你也是享受阮一切所有的固守者。上帝啊，我所希愿你有听见，你有将产业享受敬畏你的名的人。主啊，恳求你听阮的祈祷，互阮所希愿得你的坚固，因为阮深知，阮若是敬畏你，掠你做阮的产业，也就是阮杯中的分业的时，你就要将你的丰盛赏赐予阮。阮对你所得的恩典甲福气，也要得到你的固守甲保护。感谢主，因为有你通倚靠，阮的恩典就够额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愿主正做咱所有的人的产业，也咱所应得的，上帝为咱固守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